台北101是台湾的有名的地标，伊呢这个电火逐工会换色，啊，这个无同的色水是代表什么意思咧？哦，好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，迄天是拜鬼的意思。因为大家拢无去注意到吼，咱101啦，逐工拢会用换色，换色，用换7种颜色，七种的色水就对。嘿，是像咱的经哇，7彩嘛吼，彩虹的经。对，叫做红橙黄绿蓝靛紫，迄就是讲吼，代表讲咱今日咱是什么咧？拜鬼，咱就什么色，所以讲我的答案是，迄天是拜鬼，就是什么色的意思。啊那阿雄我这边吼，代表的是迄天天气的状况。哦，比如讲今日若是会落大雨啦，伊就会较无共款的色水。你安尼讲嘛是有意思咧。今日大好天，可能就是青色的青玲玲哦，蓝天白云安尼。好，来，咱请选择必须阿雄演一遍。那我其实要讲骗哦，我家己骗到家己惊到，你知影？好，来先我看我这边。我是感觉今仔日拜鬼对一个地方的人民来讲吼，我感觉今仔拜1甲拜2，其实我是感觉无啥物差，无啥物差。对啊。不过吼，一般来讲天气对人的影响较大。对。啊，既然伊是一个地标，就应该互这个人讲哦，今仔日天气好啊，歹爱走外头，可能要爱走户外出去。其实应该是拄则听收美子讲的哦，然后互人骗。美秀子，不要紧，我刚刚你讲了讲哦，我应该想讲收美子咧倒位。对，讲定打歹势来。别，你继续嘿。对，所以我即马无要想是你啦，歹势。我是无多分析真侪道理啦，因为我有去注意过。我真正有去注意过，有去算过。有去算过，我有算过。阿姊，是什么款的人食饱才用的去算迄个电？刚刚那个上高甲你讲，这只是一种浪漫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？答案是美秀的迄天是拜鬼。好，咱拄则有讲到迄个，就是点灯火吼，对这个日头落山会开始点灯火到这个暗时11点吼，这101。惯拢例行的这个动作啦，吼，嘿，啊，咱拄则有讲是哪像轻的色嘛，吼，嘿，啊，咱来讲迄轻的色要安怎讲啦，吼，有啊那红色、感觉色、黄色、青色，吼，啊，搁来看是要讲水色还是蓝色啦，吼，嘿，啊，搁来一个咱较罕你讲的叫做靛色，嘿，靛啦，吼，靛迄个色，嘿，啊，搁桥仔色。桥仔色，吼，对，啊，这就是咧对礼拜1到礼拜日安尼7天拄好7彩的色安尼来表示吼，嘿，这嘛是一个真特殊的一个状况，好啊，无简单，竟然有人注意到，这个拄则这对的吼，对，好，以上。好，第2位就是咱真正的。一家之主，嘿，是，唔敢当，唔敢当，唔敢当，不敢当啦，不要紧，你厝的你会讲台语应该袂啦吼。我骂人的时阵吼，我都甲伊讲台语，因为感觉气势哦较好。所以你拢是拜托你讲，还是个？拜托你甲我骂一下好不？好来，好嘅，你伫咧创啥？你即马甲我过来，你去洗碗。一起洗碗，吼！你甲我啃腿，豆笨手，你甲我啃腿，伸腿起来，你甲我跪哦，跪落，你甲我跪落，这样你讲了真正有影袂歹呢，对不对？拢被夹击，唔过哦，然后是因为伊无迄个表情，无迄个表情哦，我感觉就真好啊，因为你若迄个表情真正会足歹，真正。不过伊安尼慢慢啊学台语，其实pretty好诶，好嘅，袂歹哦。我听你教了真好，听叫要中风去。所以我就是用这招，这招，你就无爱生气。好，来，下记你哦，看到有啥，就记得甲喙记你哦。好，来，小妹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刷来影片吼，要带咱来去台湾省的什么关的什么园。
哦，嗯，哦，什么关，什么院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哇，什么关礼？拜，嘉义县的故宫，你是讲哪里啊？你故宫南，嘉义县南对不？南嘉义县故宫南园，哦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嘉义县故宫南园对唔对？哦，所以你的机会来啊呢？我提醒一下，我提醒一下，对，我是感答案觉应该是南园。好南嘛。哦，咱甲看完，你就更加了解哦。吼，来，咱看完，请看。来，你念一解。嘉义县呢？故宫南园。老师，嘉义县故宫南园对唔对？还是讲我读一届，哇！咱迄个家兴搁读一摆试看卖，你搁读一摆试看卖。嘉义县故宫南园。哦，嘿，因过什么？啊，你有进步，有进步，好你啦，有进步啦，有进步。有进步的。歹势啊，因为吼，拢小可有一寡错误吼，嘿，啊，毋过你一摆搁比一摆对搁较济，吼，这个家兴嘛无简单啦吼，啊，其实这个名故宫南园。吼，故宫南园，啊，因为咱这个名可能就是这个台北的这边的故宫博物馆吼，这种名咱汉咧用台语讲啦，嘿，啊，但是这个宫吼宫庙吼，这个宫有啊，就是迄个文言音啦，嘿，啊，所以就是讲你若要发音正确是故宫南园，嘿，啊，这是伫太保嘛吼，嘿，伫个离高铁站啊近吼，啊附近无偌远，阁有蒜头糖厂。吼啊，算做讲，就是因为这台北故宫真久啊了后，想讲要南北平衡啦，吼啊，所以落尾政府才伫个即个太保遮搁创一个吼，伫嘉义县这个所在搁创一个故宫南园，啊，希望讲会当有一个亚洲的文化艺术博物馆这个定位，会当互南部这边哦文化啊甲迄个风气会当提升安尼就对，吼好，所以是故宫南园。一个机会。选一个投资好啊。哎呦，哦，你对这有兴趣无啦吼？，因为我对投资是较含慢啦，所以咱就较含慢。啊，毋过最近有咧看一寡这方面的书啦。是是对。好，来投资哦。投资呀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投资的奖金偌济？小弟，你我吼就欢喜的，你知影？哇，不是说欢喜哇，因为15000表示讲足困难的。哇，你死啊！哇，你哪会这样子好啦？没，咱大家拢是，咱拢是好人。对。 15000，你讲的题目可能会真困难，应该无你卡哦，无你卡哦，反正你也要无你卡，你即马可能有读到哦。好，咱先请出题。请问，伊个美嫩的比尔盖茨看到咱华人的红叶川，伊希望伫咧遮发展什么呢？是 AI 的科技，还是地热的发电？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是 AI 科技，还是地热的发电哦？是再录几个字？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地热发电。地热的发电对唔对？又起来15000先。终于得到15000咯！比尔盖茨伊有一个瑞典的地热开发的这种公司吼，啊，伊去评估这个所在，怎选到这个
咱这个红叶川食吼，啊，其实唔哪食啦，其实咱东华有所在所在，拢有适合做地热的开发。之前嘛有人伫宜兰附近遐找吼，讲倒位会当做地热的这个开发，嘛有吼，啊，所以正确答案是地热无毋对，啊，咱会变做是，若准讲真正来开始处理吼，来开发来好好啊处理，这可能是日本以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据点，嘿，是，真要紧的对。目前同款是差2000，差3000，足紧张，哦足紧张。那边佫有3000个咧，嘿啊好来，不要紧，咱看一下哦，佫有啥？哦，佫有3题，来，无安尼啦，安怎啦？绝对你想无的，哦我嘛想无的。考试你想安怎？好考试啦，考试哦，考试的奖金有偌济？真正听无嘴大富贵呢。所以呢，哦，好来，我要出题啊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讲一个人刷刷是讲伊当生还是啰嗦咧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你还有99我袂用哦。嘿，大你家来考虑一下资源者。 QQ 哦，99 QQ 哦。来，阮两个人拢无捌听过，啊毋过阿姊讲嘿，应该是啰嗦，哎呦啰嗦。哦，啊你我相信你，是，我嘛毋捌听过。冇听过。你嘛捌听过？嘿，真罕你人你讲这这，今麦就少人咧讲啊。是是是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啰嗦，好，咱来看一下啰嗦对唔对？这个刷甲扫其实就是拢是足油的物件，有无？是吼啊，咱其实有抽象的意思甲具体的意思拢有咧用啦吼。具体就是讲啊，可比讲啊，这桌顶有足侪刷扫，安尼表示可能安尼刷刷安尼有无？是嘿，啊，若讲抽象的意思，就是咱咧讲的。啊，淡薄仔代志啊，咧计较，什么物件啊要讨啊，什么哦，安尼做啰嗦安尼啦，哦对对对，嘿，所以抽象的意思就是讲会当形容是啰嗦啦，还是讲啊拢袂阿萨利啦，哦，安尼袂水气啦嘿对对对对，好，以上。